观众朋友，大家早，欢迎收看4月初5早起新闻，我是麦尚莹。另外要来关心的就是清明连假今嘛要结束啊，高公局呢是预计今仔日上北的车辆会变较侪，真侪路段今嘛拢已经出现车阵。另外呢，昨昏嘛是儿童节，台北101是伫外墙来点灯拍字，祝福囡仔儿童节快乐。 连假第2日是儿童节，各大娱乐景点拢推出优惠活动，囡仔欢喜享受专属家己的节日。台北102也伫昨暗点灯，外壁投射吉祥包含守护每一个宝贝，欢喜健康大汉，要祝福囡仔拢会有一个快乐童年。交通部分初5开始出现收假的车潮，高公局有5专线会有14个开塞车的路段，西部国道塞车时间会是平常时3到4倍，按算探到暗时11点才会登湖。提醒要塞车的人爱提早出门。 南部北向用路人建议您在早上9点前出发，中部的用路人建议您在中午12点前出发，国道5号北向用路人则建议您在早上9点前出发。连假特别接受天气变化，华南云系东线、北部东半部、恒春半岛甲中南部山区落雪几率提悬，出外时阵爱扎雨具。南部平地维持多云到好天，暗过南来北风爱注意温差的变化。 在周6开始，中部以北、东半部地区、南部山区，还有澎湖、金门、马祖，将会转为有局部短暂阵雨的天气形态。南部地区的云量也会开始有显著的增加。在低温上，各地普遍是17、18度，南部可以来到20度左右。 气象专家表示，根据欧洲上升模式模拟结果，未来5到6日天气拢是淡淡湿湿的天气形态，也看有雷电、冰雹这激烈天气发生。8日开始，马祖地区有局部大风或者是低云影响能见度，提醒民众收假来来去去爱注意相关气象资讯。记者综合报道。 连假期间也来发生意外，来看这宜兰的绿色博览会，昨昏呢是下晡有一台油园车失控，去弄到一对老翁某。这查甫的送医是不治死亡，也那查某的是弄断手骨。这驾驶是表示讲，伊咧落架的时阵呢，这档啊是完全拢无反应。落尾这个驾驶是互警方照过失致死的罪嫌甲送办，信后以6万块交保。 游客围在游园车边啊，做伙要甲车夹起来。下晡差不多1点半，立福园区发生游园车启动游客，造成有人互缀伫车下骹，大家做伙甲车扛起来，要较紧甲缀伫下骹的人救出来。结果一个穿红衫乌裤的老先生互扛出来，但是敢若是无喘气、无心跳，随着有人用 CPR 甲抢救，边仔的人紧叫救护车。叫救护车了，叫了，叫了。 这是下晡1点半，一台游园车是凶凶失速。虽然驾驶讲有伊伫摇铃要提醒经过的人，但是对台北来的这一家伙仔，因囝讲，因爸爸妈妈根本都无法度闪。没刹车就直接撞下来，从后面撞过来。人要闪嘛，他就直接这样碾过去了嘛，你闪都来不及闪就碾过去了，直接碾过去，直接碾过去跟碾在车底下啊。 轰动到这对翁仔某的囝婿不满驾驶，谁若伫咧出车进前无先做检查，竟然造成这么严重的意外。无法料想说园区会比马路危险。游园车迄当阵弄过来是真惊人，直接甲路顶弄甲断去，顶条佫掉伫车底，车底尤其是一大堆口痕。驾驶讲，迄当阵车无电，拍算要驶登去充电，伊讲是伫咧路架的路段，这档啊完全无作用。因为在下坡的时候踩不到刹车，应该我就一直碰他。 然后也有喊说，我懂，对，没有刹车，是，他可以做的都做了。轰动的查某人伤势是真严重，风送去苏澳的永民病院嘛是不幸过往，查某人是正手骨折，园方嘛宣布讲游园车先停驶。目前就是我们现在先停驶所有现在出事故的车辆，全部暂停驶。那么其他的车辆该安排检修的全部再检查一遍。 面对爸母一死一伤，家属是有够伤心，有够生气，一直讲是人为疏失造成的是真憾。调查原因，警方当地调查，宜兰县政府讲，园区有2台电动游园车，大家拢会检查，确认是正常的才会使。这摆事故了后是先停止服务，后壁会确认到完全无疑虑，才会定开放来使用。记者综合报道。
另外来看新北市三重埔呢，有一间烘肉店发生一氧化碳中毒的案件。有网友是讲呢，有一群人去遐食烘肉，结果呢，拢总是有7个人身体无爽快，其中一个5岁的囡仔甚至佫会吐。这业者表示讲，这是头一届出现这款的情形，其他的人客其实拢正正常。也那现场呢是有开窗啊，嘛有抽风。即马卫生局已经去到现场来稽查。卫生局的人员和消防员联手来到烘肉签的店，做大规模的稽查，甲现场的环境、抽风设备拢斟酌检查。因为有网友发文讲，朋友5岁囝去店内食饭，食到一半就熊开始吐，去病院治疗了后，红验出是一氧化碳中毒，安排高压氧来救治。我们不是完全密闭空间，是整个开放的，加上里面有循环风扇、有冷气、有抽风。按照正常来说的话，不太应该有这样的大问题。第一次碰到，所以我们也很想说，赶快找出原因。代志发生在新北市的三重埔，当事人佫讲到，刚到做伙食饭的大人内面有3个人，伫初日食了后，嘛拢因为身体无爽快去急诊来治疗，病况拢共款。但是业者讲，伫人客离开进前看起来拢真正常，迄当阵店内客满嘛拢有开抽风，目前嘛暂时无其他的人有反映讲有这种状况。卫生局会同消防局前往稽查，见有食材未离地以及清洁用品未专区存放的缺失，以免业者限期改正。那另外，现场告知业者使用炭火炉燃烧木炭呢，应该要注意营业场所的通风。相关单位已经介入要厘清专案甲含店家有关系，通风敢有出问题。但是有专家建议讲，店内上好是来装随时会当监测一氧化碳的仪器，会当随时防止浓度超标。他要避免这个状况，其实最好在现场要装一氧化碳探测器，而不要认为说我今天有通风设备，好，我就可以避免一氧化碳的产生。一群人的话，基本上不会只有一个人会有中毒症状，会有一群人。最轻的从头昏想睡觉，然后再来就比如说恶心想吐一些肠胃道的症状，甚至到后来肢体的活动出现异常跟昏迷。医师提示讲，若是有怀疑有一氧化碳中毒的现象，必须要随离开现场，换到较通风的所在去休困，而且量早去看医生。记者综合报道。今仔日还佫发生什么款的大代志咧？咱做伙来关心报纸的重点。中国时报去年台北市公车有129件因为向向打动，也是向向吹油门造成人客受伤的意外。这议员认为讲，就是驾驶的卡手无够，为了赶时间才会造成这款的结果。建议来推动 AI 的公车，减少驾驶的压力。联合报。新北市公园管理治理条例草案送议会审查，不过有议员质疑这农业局甲违规土地甲开发交予公所，这是咧提责任。警管处是表示讲，这违规的事项有真多，若准牵涉到卫生也是动保法，也是会交予主管的机关。自由时报，立法院助理牵涉强盗案，公督网呼吁应该爱护国会助理法制化，甲助理列入去安全审查的体系，名单也有聘用的资讯拢爱公开，才通尽量来减少国安问题，避免互中国来渗透。另外，咱要来关心的就是美国总统 Trump 宣布呢，要对台湾来扣32%的关税。咱的行政院长戴英泰开记者会，讲会推出880亿的协助方案，互工业700亿，另外呢，农业是180亿。也那经贸办公室也会继续甲美国来沟通。美国总统川普宣布对台湾扣对顶关税32%，行政院长杜英泰初时公布出口供应链支持方案，已令策略提升到全面积极准备，有效控管风险，扩大支持产业，更加点名电子资讯、钢铁、金属、机械、汽车零组件、乌蝶兰这13项农渔业甲工业受影响上明显，会推出9大面向20项做法，880亿的协助方案，是普遍性。针对世界各国加征关税，不仅是只针对台湾，台湾的产业多有在各国各地生产制造跟合作，因此政府也会评估各国关税以及应对的情况。9大面向包含金融支持、降低行政成本、提升产业竞争力、开拓多元市场、租税优惠、安定就业等。杜英泰更加指示国部会4月7日开设190线服务专线，回应产业问题。因那32%的税率是毋是伫行政院推演掌握中？行政院强调10%到35%的税率拢做过推演演算，最后是以25%加N推估折算。
我们用25+N 来测算，并不代表我们认为25%的关税是合理的，而是我们先以25+N 来做这个产业会受到可能的这个冲击。美方计算这个方式是有它真的不合理性，因为呢，它没有考虑到消费者的需求、产业的特性。第二呢，它也没有考虑到台美经贸互补的结构。880亿的合作方案，工业方面补助700亿，农业方面是180亿。主要受冲击的是输往美国比率较悬的农水产品，像是乌蝶兰、地米、毛豆、肥乌虎、乌龟鱼、鲈鱼等。农业部长陈俊贵坦白讲，关税提悬，恐惊造成原本输往美国农产品留伫国内，败溃到国内市场。因为关税的提高，有可能造成美国消费市场整体的萎缩，对原本输出到美国的农产品，会势必在短期之内，等于说留在我们国内。当你的产品继续输出到美国，贸易商有可能压低他在国内收购的一个价格。因若880亿经费来源，杜英台下礼拜主动邀请各会调解，共同参详各事，希望取得共识，以编定特别预算来处理，也斗阵来检讨今年的总预算，希望经由团结而且合理的讨论，伫上紧速度来因应关税问题。记者综合报道。另外，国际消息咱要来关心的是，南韩的总统尹锡悦这弹劾案已经通过，这也正做是2017年朴槿惠以后第2个互人弹劾落台的总统。照这南韩的规定呢，60天内是要来举办大选，也就是讲伫个6月初3之前，要选出新的总统。주문 피청구인 대통령 윤석열을 파면한다. 南韩总统尹锡悦弹劾案在国会提出了后的第111天总算有结果。在尹锡悦本人无出席的情形之下，宪法法院8名大法官全体意见同款，弹劾尹锡悦解除伊的总统职务，也对主审的法官宣布裁定书主文的这个时刻开始生效。然而，守伫宪法法院外口透过直播大荧幕广播掌握的反尹锡悦的民众也欢喜发休。 오늘 선거로 대한민국의 자유는 다시 한번 죽었다. So I'm so proud of our country's constitution. I'm very, very proud of. 宪法法院裁决指出，尹锡悦动用军警破坏国会中宪政机关，严重侵犯着国民的基本权利，真明显是违反总统依附宪法的职责。所以，伊正做2017年朴槿惠以来，南韩第2位因为宪法法院弹劾来落台的总统。代理总统职务的总理韩德洙也是出面向国民保证讲，没有国家安全甲外交无运作的情形。根据法律，南韩要伫60天内选出新总统，取代尹锡悦，时间应该是6月初3。目前在野的共同民主党总主席李在明上侪人赞成，最新的民调当中，支持率已经提升到49.5%。 이제부터 진짜 대한민국이 시작됩니다. 然而，尹锡悦知影以后弹劾了后，也透过律师发表书面的声明，表示无达到国民的期待，感觉遗憾。韩联社报道讲，伊会失去安全保护之外，所有对南韩前总统的礼遇，包含退休金、医疗、秘书、司机，甚至未来无法度安装伫国家公务。上重要是，伊甲伊的看守金建熙，拢会失去法律的豁免权。检方所在重点会是因牵连的各种违法的代志，包含内乱、贪污。尹锡悦相当恐惊面对无期徒刑。公司新闻洪如梅编译。另外来看，国内社福团体呢，一个查甫的志工是趁整理发票的机会，2天内偷摕4000多张得奖的发票，拢总是趁上百万。法官是认为讲，伊家人的爱心变作是家己的金库，所以才有公益侵占罪，甲判1档8个月，而且这奖金嘛要全部讨回来。 加手来发票，放入去爱心发票捐赠箱，希望得奖了后帮助到需要帮助的人。不过，确实有人贪念，4代的查甫人担任创济基金会贵人婚姻这社福团体志工，趁整理爱心发票机会，2年中间私底下加4000多张得奖发票去兑换奖金。国税局发现各样，通知创济专案才逼出来，不法摕到上百万块。 发生这样的事情，我们也觉得很遗憾。针对发票的整理流程啊，还有兑奖的机制啊、保管的方式呢，我们就是在做出一些更严谨的防范措施。创济基金会表示遗憾，强调未来会严格控管对奖的流程，袂敢若予一个志工家己一人作业。法官是认为讲，4代的查甫人行为非常不可取，当判1年8个月，并且对缴这上百万不法摕到的钱。
因为一般的这个侵占啊，法定刑的话是5年以下，这种所谓的业务上或者是公益的这种的话是1年以上7年以下，它的罚金的部分也比较高，也是可以罚到150万以下的罚金。所以上刑法内底侵占罪包含一般侵占、公益侵占等。一般侵占上重会使判处5年，也若是干涉公益，有必要严加处置，上重也会使判到7年，以防不法之事，甲民众信心当作家己私利。记者综合报道。伫新北市十分路街，即马要放天顶，就要加开钱啊！永过呢一粒是100块，今年是起到250块。业者表示讲，就是因为租金上贵，而且佫有大小块的差别。清明年假出去佚佗，真侪游客是锁定郊区的景点。新北市十军老街人是叉叉叉，业者也上准时机全力出动。不过，亲像旅客手头上常看到的4色天顶，对今年1月开始起价到250块，引起议论。物价膨胀啊，什么都涨啊，小吃什么都涨。业者佫讲，进前新北市府提出天顶永续发展自治条例草案，草案规定讲，卖天顶的业者应该按照要卖天顶数量买票奖加纳永续发展费，实施了后，恐价又佫会起价。一个小小天灯，它里面浆糊也涨，圈也涨，纸也涨，一令纸啊可以做，好像125个，以前比如说是600块来讲，现在涨了800多块，都涨了25%以上。除了天顶以外，上款这物件也受到影响，包含大肠包小肠，有部分业者花到80块；乌汤粉圆、牛奶茶85块，还有连锁的塔可亚器爱100块。东北季风一来的时候，客人就降低很多，整条街上大概只有2成到3成，比正常的平日还少。这个部分的话，你还是要租金要薪资啊。新北市经发局也强调讲，因为是伫山区，摕到原物料的成本较悬，物价普遍是比平地区域较贵。会鼓励区域的业者透过互相制约的方式，针对价格进行合理调整。公司新闻采访报道。要来庆祝儿童节，昨呢，这新竹市是连续4天伫连假期间，伫公园来举办活动，包括着戏剧、艺术的表演，也有音乐创作等等。另外呢，舞剧团体嘛来到现场用台语讲故事。要出去啊！好吧。趣味的戏剧表演，互台下观众看甲笑嗨嗨。另外一边是艺术主题甲科技互动游戏。4天连假伫新竹公园所举办的儿童节活动，各种的体验，互囡仔发挥创意，创造一个充满快乐回忆的儿童节。大朋友、小朋友都可以玩得很开心，也有静态的，也有动态的，很棒啊！就是很多活动，然后还有表演，让小朋友动手做，以及刺激他们那个五感。那我们大型舞台的部分，像我们现在正在演出的是跟森林相关的一些故事，包含我们森林小动物的之间互动，以及大自然的亲近。那我们还有相关的一些音乐的一些表演，还有街头艺人的表演。加多石头纸，加多石头纸，这是加多，这是石头土啊，伫遮大。舞剧团体把伫咧儿童节来到遮推广舞剧，利用讲故事的方式。望起更较侪人做伙加入台语大家庭，佮透过台语亲子有教，互大人参囡仔互动耍游戏，现场充满笑声。今仔日想要讲迄海贼的故事，因为囡仔总做介海贼，海贼有足侪人想到海贼，但想到的物件，比如讲莺歌啊，比如讲伊的帽啊，互囡仔安尼耍。我就想讲安尼甲新竹市即届的迄儿童节当配合嘛，真趣味安尼。欢迎更较侪台语家庭会当加入安尼。全台语的亲子有教，互爸爸妈妈甲囝做伙振动身体。老师讲亲子有教会当增加亲子关系，过程中也做伙学台语、讲台语，甲台语用自然的方式融入生活当中。记者杜君豪，新竹报道。家己新港的公有市场进前捌改建，也毋过呢，即马已经爬远去啊。乡公所是来举办招商的说明会，搁伫市场来办文创的活动，希望会当找到发展的机会。利用市场内底价金来做生意，家己管新港乡的公有市场，伫连续假期邀请亲子用创意的方式
来到市场内底摆摊啊，佮有举办招商的说明会，希望向少年人来到这活发这个市场。大汉了就去外口这样开，才少年人会使倒来这来创业，来做一寡有兴趣的代志，甚至家己的一寡伫外口学到的物件用伫在地。咱嘛是伫庙边安尼，系啊，所以会当规个甲头尾拢规个串联起来，安尼当然是上好的。这个市场自2012年重新改建了后，煞因为空间较硬体规划，无方便传统市场的摊仔来使用。乡公所就请林怀民老师提供建议，协助资源的连结，要让这个市场假做是现代化兼有在地特色的商业空间。公所规划伫咧遮做一寡较新创的这个市集吼，未来阮会透过规划来甲这个市场不管是环境也好，还是整个的一个特色也好吼。希望讲会使凸显出来哈。那我们希望可以透过这个市场来造就一个新旧或传统与新潮交织的一个据点。乡公所表示，这个公有市场相接新港福田宫庙前的新民路，甲庙后玫瑰堂的大兴路，希望透过招商活发用地的空间，嘛带动地方经济甲文化创新的发展机会。记者林慧婷家己报道。老一辈人是认为讲这食苦爱当做食补，也毋过即马少年人这想法真无共啊。就连上班做工课，也希望讲会当找到一份家己介意而且有兴趣的佚头。台期待青春咱的帮，今仔日下暗7点半，做回来看少年人的选择。即马社群媒体发展了真紧，少年人得到资讯的方式嘛一直在改变。这个世代对新科技的敏感度甲接受度。互工课场袂阁限制，一定爱伫办公室内底。要安怎掌握上新的趋势？毋但是工课的需求，更加是生存的关键。而且一开始，咱看社群的时阵，敢若是 PPT 啊，或是 Mobile 01讨论版，了后阮就开始出现了 Facebook、Dcard 开始陆续出现，今嘛有 Trade。有些年轻人又爱使用的是 TikTok 或小红书。所以这个小的你要贴，对不对？就是都 OK， 对不对？不然就照这样。好。台湾的工课场工时长的文化，已经渐渐去互少年人拍破。即马开始出现的是因对工课甲生活之间平衡的愿望。少年世代选择创业的目的已经真无共款啊！因希望有法度更加掌握家己的时间，伫下班了后的生活会当有更加侪色彩。我想要家己开的原因就是讲。头一个我无想要互人管，第二个就是我的时间分配我会使较自由，就是若是讲我今日无代志，无人客，我就会使去做我家己介意的代志。伫个后尾社会生活，自杀的比率甲忧郁症的人数嘛愈来愈多。现代人面对心理层面无形的负担，有人选择运动来消透情绪，嘛有人开始学习甲家己和平共存。因为真正的健康，毋是外表看得好好，还佫包括心理的平衡甲调整。平常工作上的话，一定会有压力，就是可能怕没有业绩啊，或者是怕摊位生意不好这样子。对，那其实我平常的话都很常会看一些心灵鸡汤之类的，就是可以激励我自己。你好，有棉花糖冰淇淋饭团、草莓棉花糖，可以看一下想点什么哦。在这个变化真紧的时代。少年人用无同方式迎接挑战，有人注心伫专业的领域，有人创业创造财富，有人勇敢做无同工课追求梦想。无论面对什么款的压力，因伫学习甲成长当中一直向前行，用青春谱写属于家己的人生。记者吴德庆、叶家军综合报道。今仔日天气到底是如何呢？天气玻璃仔带大家做回来了解。北部地区17度到20度，中部地区是18度到24度，南部地区是18度到29度，东部地区是17度到25度。今仔外岛地区15度到23度。以上就是这则早起新闻，感谢你的收看。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咱再相会。